唔單止小巴，搭巴士唔帶安全帶都有可能被罰款。政府立例規定，自1月25日起，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同商用車輛，包括巴士、校巴、直通巴以及貨車後排座位等等，均須安裝安全帶。如果座位已經配備安全帶，乘客就必須扣上，否則最高可被罰款5000元，以及監禁3個月。政府補充，如果乘客唔佩戴安全帶，需自行承擔法律責任，包括乘搭校車嘅學童，而司機以及保姆唔需要負上法律責任，但強調保姆應該監督學童佩戴安全帶。運輸署將會聯同警方以及相關營辦商等等，加強宣傳以及公眾教育，例如配合吉祥物以及宣傳口號，如有安全帶，坐低就要戴，向司機同埋乘客介紹法例要求。